阿雷马金，也是学习不一样。种属音的。你要讲到，佢这是听呢，还无讲啊咧。哦，这是听的哦。这是听的就无法度啊，嘿。呀。我无我用较大声讲啦吼。好。看放这里。OK。群主对。所以咱咧讲电脑的吼，也是讲 internet， 讲真方便、真好、真现代科技吼。你像讲我拄则安尼讲话有迄个奇奇怪怪的声吼，迄嘛无法度呢。迄你嘛只好重开机尔。嘿。OK。啊，这啥物原因吼？一寡工程师嘛无法度甲你解说啊。像迄个建议兄前礼拜讲一直连袂起来，结果是迄个模电电北啊就好啊。嘿啊。你坐老早。老早平安。哎。歹势啊，我较无闲啦。哦。我所以讲你搁咧插头啊。我是玛丽亚。足侪人都来讲。袂啦。我无顺序，当我无起来，我搁甲讲一下。我先甲声关起来，我来甲我。OK。你去这迄个地咧，这就有啊，有送着咧。有送一个链接互你啊，Marcel 伫迄个 Marcel 啊。这款呀。呀，无，迄是茶经，迄是茶经这顶管遮。所以我来 download 这 Cisco 啦。无你用袂的先，安尼就会通啊。对啊。就有迄个链接。是。我真感谢都好。OK, thank you. Welcome back. 嗨，安尼起来。起来，老话无法度。文化影较早啊，咱文化社也走喺倒。看到啊。
好，安尼较念伊，咱就要来甲声关起来啦，吼。牧师你的声，我甲你关啊，吼。好，安尼会使吼，即摆安尼会使，呀。好，请咱安静心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必听从阮的天父，阮搁一摆自集伫你的面前，希望透过internet，阮用网络来敬拜你。阮知这是你的教会，因为恁甲我讲，阮若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自集，你就伫阮的中间。阮若同心祈祷，你也要来回应阮对你的祈祷。主求你即时甲阮兄弟姊妹三甲弟弟，虽然阮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但是阮用相同的心志来敬拜你，来伫即个所在学乐你。阮今仔日虽然伫州长会宣布，搁一摆禁止伫礼拜堂的聚会，但是阮会火这个心无减少。阮求主你会即时将你的圣神放伫阮的中间，带领阮对你的敬拜，阮一切所做的会通荣耀主你的名。阮也真欢喜，今仔日你带领你的罗卜赵牧师伫阮中间，要来分享信息。求主你的圣神甲伊参甲伫地，互伊有你圣神的开力，将你的话语来传讲伫阮的耳孔，入阮的心，互阮用阮的性命来实践。阮也为着阮所面对的疫情来献上祈祷。祝你真正喜乐你的怜悯伫阮的中间，伫执政的，伫所有的人民，拢会当看重即项事，会当做好的预防，互即个疫情会当得到控制。阮会当早早倒转去伫礼拜堂做伙来敬拜你。阮安尼祈祷，将今仔日的敬拜交到你的手中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阿门。
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世界甲点伫伊中间的，拢属耶和华。咱做伙来吟诗，圣诗第6首。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第6首，主耶和华是我牧者。虽有危险，免惊灾害，因为我主同在。用你的骨固守保庇，用管安慰夫妻。对敌面前摆设宴席，予我逐项教业。伫我头壳用油来抹，予我的杯满满。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敢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咱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第8篇，这是出自诗篇27篇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惊治罪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惊治罪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悠然自在。我有一项事，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悠然志意爱得到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写念伊的
殿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钱保护我，伫伊的帐位内，将我囥伫伊布片空捌的所在，举起我伫石盘顶，等我的头壳得到举起，甲盘伫我四面的对直。我要伫伊的布片献欢喜的祭，我要吟诗，也要唱歌讹乐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，搁求你怜悯我、应我。你捌讲，恁着翕无见我的面，迄时我的心对你讲：耶和华，我要翕无见你的面。毋通对我黄你的面，毋通收起来赶你的路步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赞，救我的上帝啊！毋通放杀我，也毋通离开我。因为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要收留我。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，因为我会对着的缘故，带我伫平坦的路。咱过来要来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诗篇23篇。我先来读台语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腿、你的拐安慰我。伫我的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中文迄段日本我用华语来读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。他使我心灵复苏，他照着应许导我走正路。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。在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的恩典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住在你殿宇中。咱即马请周牧师带领咱来祈祷，然后要甲咱分享对这个诗篇23篇主耶和华是我牧者。祈祷，听从我阿爸，我满心不落敬拜你。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也是创造万物的独一真神。感谢你收视阮生囝一日的景，来牺牲使阮有永远的活命。今早起，兄弟姊妹用心灵甲诚实要来敬拜你，求你来压纳阮的敬拜。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阮心神惊吓，求你来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体，有你的看顾，并且为着过来平平姊妹的生日，求你来特别的祝福，将伊未来的日子启示予伊，来做你大大的使用。为着教会的事工，我要来祈祷。所有的一切拢是新的，
求你圣神和李牧师甲正同工三角基地，互因有所做的，拢得到你的压力甲顺序。做阮伫遮所做无够额，求你来赦免阮。阮也要为着全世界的领导者，特别是美国甲中国的领导者来祈祷，也要为着受这疫情甲水灾甲暴动受灾难的百姓来祈祷，主求你来特别来使人民，互因会当归向上帝。阮也伫遮为着阮的故乡台湾，求你保守台湾所有的人民，不管是政府代表人民，互因有正确的灵，因会当明辨是非，将这个台湾好好的报道，好好保守。阮今早起的敬拜，为头到尾，拢求你圣神和阮伫地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兄弟姊妹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咱今仔日犹原仔是活的，搁健康，搁用网络视讯的方法来做伙礼拜，来敬拜主。我嘛是感谢李牧师的邀请，来透放今仔日的信息。目前全世界的疫情，除了疫情以外，还有水灾，还有暴动，还有地动。全世界的死亡疫情的人数，到昨已经超过60万。伫昨美国会确定得肺炎的新冠肺炎的，一共有77000个人。这款的灾难已经超过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。疫情普通讲起来，热天人应该会较好，但是咱无看到较好，甚至愈来阁愈厉害。英国本地是解封以外，但是宣布阁下档。咱加州嘛是安尼，美国各州嘛是安尼，所以影响的结果是安怎？互咱看到咱教会的聚会停止，咱就要需要利用网络甲视频的连线来组织崇拜，来讲道甲查经。尤其是遐卖迄个店面的咧，迄个 GNC 迄个维他命的迄个店，甲Suplantation 这款普通的店，24小时的 fitness， 拢已经宣布关起来。劳力士表宣布停产 ，Zara 的 store 全世界伊宣布要关1200间店 ，Starbucks 也是要关400间店。若是讲到餐厅，伊若是要做外卖的时阵，伊根本就无法度阁维持。公司的员工呢，大部分拢伫厝内上班，所以咱即马要去伫海外要驶车的时阵，感觉较方便。这个影响呢，伫这个全世界来讲，是以前毋捌见过的。这个疫情的迄个传染，互各国的经济、各国的政坛，拢无共款。无论是伫娱乐界、运动界、旅游界、交通，还是含甲军队，拢袂当免去。这拢是为这个武汉
遐开始了新冠病毒，也是讲即马要叫做 COVID-19， 因为会人传人，无容易来预防，所以伊的后遗症甲致死率是足严重的缘故，并且佫无特效的治疗方法。讲起到医疗，到今仔日无啥物特别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，也无疫苗的产生。咱即马所会当做的是干那，伫即个消毒环境，甲一个人的防疫，互伊停止传播迄个因为遐来走数，所以即个足温群洗手、居家隔离、社交距离、戴口罩的方法，要来防范。即个3个月来，居家隔离、社会的停摆，拢引起各方面的讨论，拢指出了疫情带来永久的改变。结果是邮购的方式来代替公家，看病靠视讯，教会的崇拜必须改变方式。我个人伫遮会对这个思考，就想到圣殿的演变。咱会记哩来看圣殿的演变的时阵，你会记哩创世纪讲到亚伯拉罕的开始，亚伯拉罕到一个所在，伊就是起坛建造，然后来伫遐来祭拜上帝。咱到摩西的时阵，咱看见上帝甲以色列百姓的启示，讲你就爱照天顶的样式来做这个会幕。当这个会幕，佮一直演变来行到这个大必王的时阵，伊想要建殿，但是咱的上帝甲讲，你袂当。所以，伫所罗门王开始建第一个圣殿的时阵，咱看见所罗门王的祈祷是真正一伟大的祈祷，但是无甲拄这个圣殿呢，来到咱读以西结的时阵，咱就看到讲，这个圣殿互上帝无讲介欢喜。到尾来的时阵，互巴比伦来灭了以色列，这个圣殿就是毁灭啦。过来的时阵，来到这个波斯来会当占领以色列这个土地的时阵，到古列王的时阵，伊引准以色列的人所罗巴伯的王。甲所罗甲以色列的百姓会当转去伫耶路撒冷通建，所以咱伫遐看起了第二处的圣殿会开始重建。咱嘛是看到尼希米伊斯拉因伫遐咧转去建殿，尾伊斯拉佮带百姓来佮重新来佮献殿的时阵。咱佮看去尾迄个第二处的圣殿佮起来。尾咱会记哩讲，这个希律王佮加建，但是不然到尾主后的70天，耶稣定十字架了以后，主后70天的时阵，咱佮看去罗马把这个圣殿毁灭。伫遮，我要来思考，要来甲大家问的，就是咱的上帝敢永远圣殿要毁灭？伊敢无欢喜讲伊所大的圣殿吗？
我家己无家己的答案，也毋敢猜测。但是伫旧约何西阿遐第6章第6节，伊讲我爱良善，无爱技术。伫马太福音遐，伊嘛是有讲，我爱怜悯，无爱技术。使徒保罗也讲过，伊袂带人所建的殿，因为伊是一个创造天地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伊是天地的主，伊哪有可能住伫咱人所建造的殿？安尼讲来，保罗搁伫这个哥林多前书遐也讲，伊讲恁的身躯敢毋是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，咱袂当去教堂去敬拜主。上帝是毋是照着停止去教堂的聚会来甲咱讲话？我无答案，但是咱爱思考讲，到底的这个敬拜，咱是重建筑物，还是讲所有的会众？咱是毋是有怜悯人，还是讲咱有注重节目赢过讲关心人？诗歌唱诗歌的唱赞，是毋是落入去专业的表演等等？因为主耶稣对迄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安尼讲，伊讲恁拜拜甲毋是伫即个山顶，也毋是伫即个耶路撒冷。伊阁讲，上帝是一个灵，所以拜伊的必须要用心灵甲心实来拜伊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伫遮无讲着敬拜，就爱指定限定是对一个所在，这是咱应该爱思考的。过来有关的对这个喙暗，这个疫情的方位会当讲分做两派，一派是迄落拥护带喙暗的，另外一派是反倒来无带喙暗的。疫情从去年开始，对喙暗的国家，比讲无对喙暗的国家，伊防疫的效果颠倒加足好。按道理来讲，带喙暗是保护家己，迄意思是啥？假使你若无着病，你至少防止了别人甲你传染；啊，假使你若有病，你至少防止讲你去传染着别人。这敢毋是咱圣经所讲的？耶稣讲的第二个诫命，你就要疼人如己，疼你的厝边，敢若亲像疼你家己。所以这个带喙暗是一个合于圣经的原则，无带喙暗是无合圣经的原则，因为伊无咧顾家己。啊，伊嘛无咧顾别人，这毋是咱主耶稣甲咱讲的。咱就爱疼人，若像疼家己相共。讲到 COVID-19 带来的永久改变，咱暴露了人的软弱。咱常常会当在遐想讲。上帝先怎会应允安尼？咱敢毋是上帝的宝贝，上帝的囝儿？但是罗马书第9章20到22节遐安尼讲，
讲朋友啊，你是谁？更加会当甲顶罪。即个头奖，伊若要做迄个会啊，伊要安怎做？是头奖的主权。今仔日咱嘛是相共啊咧，因为咱是上帝的创造，所以咱是要安怎？经过是安怎？结果是安怎？这是上。会当看起讲，咱到底倒转来讲的时阵，咱既然是上帝的囝，上帝敢要引准咱安尼？咱敢有法度来避免讲受到这个痛苦？伫这个历代志下7章14节安尼讲，咱若是上帝的囝儿。上帝袂讲对咱无照顾，上帝一定若看咱会当伫伊的谦卑下，伊就要反倒转来照顾咱，来医治咱这个所在。所以咱来了解，咱来了解讲这个对抗 COVID-19 这个事。情是一个属灵的战争，毋是一个普通的战争。所以咱这个战争，咱要爱知影讲，咱的敌人是啥物？这个病毒的本质是啥物？所以咱要伫战场上爱认清讲，病毒是咱的敌人，病毒。伊的本质是啥物？咱看起讲病毒的本质的时阵，咱要第一遍先来讲，啥物叫做罪？罪咱有读过，咱也有学习过。迄个罪的定义，就是袂当完全100%会达到到上帝的标准。迄个意思就是讲。敢若像你咧写钱的时阵，袂当写着迄个靶心，迄个罪的定义就是安尼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无可能讲100%会达到罪的迄个所有的标准。上帝的标准无法度达到的时阵，就是犯罪。所以咱来看起这个 COVID-19， 本来是一个蛋白质的小分子，伊是存在伫一个某一个应该的所在，但是因为人甲伊刷去别个所在，或者这个人伫这个小的分子中间有小可甲增加，所以。这敢毋是像咱创世纪3章所描写的，迄个蛇甲亚当讲上帝敢有安尼讲？迄个意思，蛇是一个欺骗。苹果本来是伫这个树仔遐，但是都爱甲摕落来。这敢毋是讲这个？病毒的小分子本地应该是一个某所在的所伫遐，但是咱人甲伊离开，甲摕来伫个无应该的所在。这个病毒的本质敢无亲像这个创世纪3章遐所发生的相共吗？第一。无顺服，第二欺骗，第三本来应该的所在的地方，伊甲摕去无应该所在的地方。所以这个罪，互咱看起讲是这个病毒，嘛是小共看袂到的，嘛是
会传染的，会传染的，搁伫遐安怎？搁伫遐会当潜伏，病毒伫时阵，你身躯就受破坏，甲咱讲的做正做人就正做人的奴仆，人就正做罪的奴仆。伫罗马书第6章遐讲甲真清楚，所以咱知影罪的本质，甲病毒的本质，等于是即个罪的相共的时阵，咱要来讲咱的身体，咱讲咱是身体是圣灵的殿，甲永生上帝的殿，这啥物观念？敢毋是圣经常常咧甲咱讲，你爱分别为圣，尤其是伫利未记遐所讲的，你都爱洁净，袂使互无洁净来污染。伫即个哥林多前书遐有讲到，伊讲即个必须性的时阵，你都爱特别爱分别。袂使去含歹的做伙，伫哈该书第2章遐，嘛是有讲到即个清气甲无清气，若是男做伙的时阵，就变做无清气。为遮咱来看的时阵，咱嘛是看到讲安怎？即个既然咱是上帝的囝儿。咱也是上帝的殿，咱也是上帝的好事，咱经过上帝的应允，所以咱要安怎好好来保持咱的圣洁，互别项物仔无清洁的物仔来污染。所以咱这个戴口罩、勤洗手，保护家己。互无清洁的罪来污染，这嘛是一个保护的方法。但是这是医疗方面的方法，顾身体的方法。但是我即马要来开始甲你讲，咱属灵的方面，咱嘛是爱有安怎来保护咱家己。我要用大笔王。即个诗篇23篇来和大家来分享。即个诗篇23篇，诗篇23篇遐，咱看去即张图，大笔王伊细汉的时阵，伊是一个牧羊童，但是伊经过。伊即个牧羊童，咱拢知影，伊尾互撒母耳王膏立变做王。但是伊进前的时阵，伊做牧羊童的时阵，常常拄着危险，甲艰难，甲艰苦。所以圣经也有记载讲，伊和狮甲熊争斗搁赢。咱伫即张的图中间，咱要来学习大笔王的经历，照着伊的经历，甲伊的灵性的充实，咱要来伫即个 COVID-19 的中间，咱要安怎来增加咱属灵的免疫力，甲属灵的保卫力。但是我伫遮特别要提出来讲，咱进前咱讲着讲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所以我今仔日的题目是讲着讲，耶和华是咱的牧者。但是今仔日即个咱的牧者，你都爱甲变做是你本身。个人的牧者，假使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圣经安尼讲，
讲有上帝的灵的同在，上帝就差派耶稣的圣神进入咱的身体，住伫咱的中间，所以咱会当叫耶和华是阿爸爸。当咱叫认识耶和华是咱的阿爸爸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定义认捌着讲主耶稣、甲圣神、甲耶和华这三位一体，会当来帮助咱，会当来保护咱。所以这个诗篇23篇，当你来读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的时阵，这个你读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就是一个足大、足重大的意思。你毋是干那安尼读尔，因为你读伊的时阵，你念伊的时阵，第一，你就是认捌伊，你知影。这个你叫的主耶和华是一个上帝，是一个全在、全知、全能的神，是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神。伊会当行神业、行神迹。咱和伊的关系，毋是干那头拄仔讲的，讲咱是伊的百姓，咱是伊的囝儿。即马是变做。主耶和华是你的牧羊人，是你的阿爸爸，是你的创造天地万物的主。所以，当咱和伊的关系为一个普通的关系，进入去甲你和伊，甲和主耶稣、甲圣神这个关系的时阵，并且个。伊是你的牧人，咱会记得讲，看去后边这张图，伫这张图中间，咱去看去后边这张图，这个羊仔，互牧羊人带出去，伫这个草边的时阵，伊伫遐有诶食草，有诶食饱，伫遐倒咧，安尼伫遐真爽快。若喙焦的时阵，会当去迄个水边。当主耶和华是你的牧者的时阵，你永远都无欠缺。迄个无欠缺，毋是讲你有足丰丰富富，但是就是讲你要所需要的，主拢要供应互你。当若安尼的时阵，你若像伊的羊仔相共。你会当倚靠伊来到迄个草场的羊，即边COVID-19的时阵，我相信足侪人拢咧烦恼讲，要买啥，要煮啥，但是到尾啊，结果是安怎？你敢毋是拢无欠缺？你敢有想着讲啊，我要食啥物，特别啥物，拢无法度食，敢无？因为主是咱的牧者，伊互咱无欠缺，迄是伫物质上的欠缺，伫保护上的欠缺。咱今仔日还阁有缘活到这，60万人，全世界的人拢过去啊。但是咱今仔日，咱伫目前伫咱教会聚会和视线上聚会，每一个人。身躯拢勇行行，所以互咱讲看起主的欠缺一点仔都无，不但物质上保守咱，身体也保守咱。所以伫路加福音15章遐有一个失去羊的比喻，伊讲起讲有一只羊仔失去。到尾啊，迄个牧羊人主人就甲99只放弃，专门去找迄只羊仔。当伊找到伊的时阵，伊不但
无互伊家己去行，伊甲藏到伊的脚趾柄顶悬。咱常常嘛去看到一笔图画，迄笔图就是沙滩上的脚印，迄嘛是这个意思。你敢知影？咱咧行遐的时阵，咱的主甲咱讲：你免惊，你无欠亏。你不但你毋免靠你家己行，我要甲你放伫我的肩胛头顶悬。所以，伫这个23篇的诗篇里啊讲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，伊互我灵魂静养。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伊的路。兄弟姊妹，咱因为有主耶稣的同在，有主的保守，有主的羊，所以咱会伫这个COVID-19的时阵，咱每一个人拢真清醒，咱每一个人。挂嘴烟的时，就挂嘴烟；咱要安怎保护就保护。咱每一个人拢行伫正路的时候，尤其是当牧羊人带出咱行出咱这个死荫的幽谷山谷的时阵，伊用伊的拐啊，甲伊的杖来保护咱的时阵。兄弟姊妹，你有感觉伫这个3、4个月内的中间，咱的出入拢有上帝的保守无？应该无去的所在，上帝有启示讲叫咱毋通去。危险的所在，上帝拢用伊的拐啊，甲伊的杖咧甲咱保护。所以伊讲，伊伫对敌的面头前，藏咱的。摆设宴席，迄个是啥物意思？迄个意思就是讲，当咱和天庭战争的时阵，咱要庆祝，是咱消灭敌人了以后，咱才欢喜来提杯，欢喜庆祝。但是伫这个诗篇伫遮安尼甲咱讲，咱虽然敌人伫头前的时阵。上帝已经准备咱得胜的杯，要互咱主耶稣，上帝圣神的保护，不但保护咱，阁要互咱的得胜。互咱得胜以外，阁要用油来，伫敌人用油来抹咱的头壳，互咱的杯抹出来。今仔日 COVID-19 虽然抑阁很厉害，抑阁很流行，但是兄弟姊妹，你有倚靠咱的上帝，倚靠主耶稣，倚靠圣神无？伊有要做你的爸无？伊有要做你的牧羊人无？你有要倚靠伊无？这个生命，咱永远有当和上帝的同在，因为咱开始来认捌伊。所以，我要用2个例来讲起讲，伫这个历史上甲现代，有2个人因所得到的结果，迄个雅比斯的多祈祷。迄个经文我背甲实在每一日都咧背，因为雅比斯圣经安尼记载讲雅比斯比伊的兄弟较贵重，所以伊就求上帝，所以上帝就特别赐福。兄弟姊妹，雅比斯的祈祷，有足侪人。当作讲伊要做事业，迄个祈祷，
第二个例呢，我要来用讲这个 Nick。但是你看，伊既然有4个囝儿，伊捌经过要自杀，捌经过迄个忧郁，捌经过伊感觉讲无路用，拢毋敢出去迄个时间。但是尾啊，伊先仔出来，你若去 Google 会看的时阵，你会当去看到伊也咧冲浪。兄弟姊妹，我甲你问，恁内底敢有人咧冲浪？但是伊就有冲浪，伊阁有受水。你也看，上帝是安怎恩待伊，安怎祝福伊？因为伊甲上帝甲真正当作是伊一生的主，伊认捌上帝，伊认捌迄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伊甲认做是伊的爸，伊更加甲认伊是做伊的牧羊人。但是讲来讲去，咱今仔日所讲的，拢有一个共同点，因为这两个伊确实有迄个上帝，伊也确实倚靠伊。我即摆要来做一个结论。伫这个面对 COVID-19 的时阵，咱毋知影要偌久，咱的环境实在是真险恶。安怎讲？因为有的人无要戴口罩，有的人要戴。咱除了肉体的防疫以后，咱敢若会当增加免疫力。迄个比如讲靠睡眠、休息、运动。食营养品，但是咱也爱必须有属灵的防疫。咱的属灵的防疫，第一个关键就是安怎？你要认定耶稣是替你伫十字架顶为你的性命来钉十字架。耶稣是你的主，为遐开始。才会当产生讲，咱是上帝的囝儿，主耶稣是咱的牧羊人，圣神踮伫咱内底。兄弟姊妹，假使伫这个网络顶悬的兄弟姊妹，你若还未信主的，你若听到今仔日的道。我希望你会当来相信主耶稣为你的性命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重点呢，就是要安怎？第一 ，COVID-19 这项代志，咱来认定这是属灵的战争。既然是属灵的战争，咱就无法度靠咱家己。第三。你就爱甲主耶和华是当作你个人的牧者，毋是大家牧者，是变做你个人的牧者。我家己本身，我常常背诗篇23篇，甲背诗篇，甲背阿必士的祈祷，因为我常常提醒我。是上帝的囝儿，主耶稣，上帝是我的牧羊人。我伫这来和大家分享，求上帝来祝福、来保守每一个人，求每一个人来倚靠咱的上帝，咱的主耶稣，咱的牧羊人，互咱会当度过这个 COVID-19。不但保守咱的身体，阁活出咱生命的色彩。咱的阿头三基督，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阮求你来
祝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甲每一个伫网络顶悬咧听道的人。主求你来祝福每一个人，保守每一个人，互因会当因为认捌你，互因会当因为倚靠你，因无惊吓，因也要得到你的保护。祝愿甲今仔日所有兄弟姊妹带到你的头前，求你来一直来祝福因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再来吟诗，圣诗258首，你若甘愿，互上帝引带。第258首。你若甘愿，互上帝引带。因为咱即马州政府佮宣布礼拜堂无法度佮聚会，
咱无法度来倒转去礼拜堂来奉献，请咱甲咱的奉献，要开支票寄到伫教会也好，也是你会当先甲伊留起来吼，咱到倒转去伫礼拜堂聚会时，才做伙来奉献，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，然后咱做伙来祈祷。咱做伙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希望阮伫拄着济的艰难，面对遮尔严重的疫情的时阵，亲像伫诗篇23篇的经文所讲的，伫阮咧经历死荫山谷的时，有主你甲阮三个庇庇，你互阮无欠缺。愿当做伙伫你的面前来决志奉献担保，也奉献阮家己的心志伫你的面前。求主你来感纳，来接纳，互阮会通成做你的路用。互阮的金钱会通成做教会伫将来恢复礼拜的时，伫事工顶悬的路用。求主你来感纳，也继续来保守赐福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互阮得到主你的看顾，互阮的性命得到你圣神的圣洁，互阮来归稳伫你。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来报告吼，来报告的是就是要请咱来注意到咱的身体的这个防疫啦吼。最近足热吼，所以也请咱大家安尼爱加啉一寡水啦吼。周老师今仔日伫讲道中间，我想对咱有真好的提醒吼。这个毋是干那顾身体的问题尔，嘛是一个信仰的实践啦吼。今仔日咱要来甲平平恭喜吼，生日快乐啦吼。连咪咱伫会线时，咱会当做伙来甲伊挨写一个吼，伊22号生日啦吼，即个月干那伊尔尔吼。我拄则有看，咱有迄个朋友吼，今仔日第一摆参加咱的聚会，连咪请你即个留步，会后咱会有即个互动的时间，会互相请安，大家伫遐开讲吼，请你留下，互阮来熟悉你吼。7月13，咱的州长搁再一摆宣布啦吼。到底要到当时咱毋知，但是咱的同工会有有决定，就是讲过来有要开放，倒等于礼拜堂，就是政府有允准的时阵，咱才过来通知安啦吼。所以咱注意逐工牧师互咱即个伫某心内底，若有甚物款的进一步的消息，牧师拢会伫遐来甲咱讲安尼吼，嘛会互咱知影吼。这奉献拄则有讲吼，咱会当用支票寄去伫教会吼，也是讲你先准备起来，转来伫礼拜堂聚会时阵，你会当做伙来奉献吼。过来拜五7点，咱有要来即个网络的查经，即个礼拜24号是要来查考加勒泰书第4章吼，加勒泰书第4章，则欢迎大家来加入，咱做伙来分享。好，每日的读经，对7月开始吼，牧师用 YouTube 用读的啦吼，即个前半段是台语的，后壁段是迄个华语的吼，咱会通伫迄个中间用听的吼。前礼拜出席21个人，前礼拜的查经就是昨日吼，有15个人。咱即礼拜奉献收入是1045块吼。
这后礼拜讲到的资料伫遮，请服侍同工来看吼。后礼拜这个侍奉的人员是伫下骹即摆吼，下骹即摆。好，咱要读金句进前吼，咱伫遮特别要来甲周牧师多谢，今仔日互咱真好的提醒甲劝勉。咱伫会后这个大家互相请安的时阵，咱才搁开声音来甲周牧师感谢。咱做伙来读这个今仔日的金句历代志下卷第7章14节，咱来读2摆吼，读2摆。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的，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我的面，我转离开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地。搁一摆，我的百姓用我的名来称呼的，若家己谦卑祈祷，求见我的面。我转离开因的歹路，我要对天听因，赦免因的罪，医治因的地。好，咱来吟上言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吟诗说，咱请周牧师来带领，来甲咱祝福。我先来甲周牧师的声开起来，等一下。好，咱来吟上言513首。第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哦，你。愿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甲上帝的疼痛、怜悯、圣神的相通、保守平安，甲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地，为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免。
好，咱今仔日礼拜到遮，我即个时阵要甲 PowerPoint 摕掉，咱会当做来分享吼。请咱会当来开咱所有人的声。大家平安。来声开起来，等一下我来开。好。我来介绍一下吼。这个今仔我大学的同学也是陈以诺牧师吼，今仔日伫遮，陈以诺牧师含大家问候者，即嘛是同工的。平安。对啊，真欢喜会当同大家三个来敬拜主。而且，陈牧师，我请教一下，最近有讲你负责的这个单位有要提供迄个免费的喙染票。对。安尼来甲你联络一下，来申请一下。好啊，你有我的迄个 email？你有收到我的 email？我有人转互我去看一下。哦。谢你，多谢你。对啊，欢迎陈牧师来加入你若会当请你今仔日送互我。OK， 好。我明仔载是上尾一天嘛。OK。我就会和大家联络看，因为你得去迄个开路者，你知影开路者哈？爱去因的办公室去领。All right， OK。伫 Montreal Park。OK， 好啦。OK， 多谢。吼，大概是礼拜四、拜五这2天来一天啦。OK， 我甲你联络啦。好，多谢你甲我讲看需要偌济。OK， 好。这个我怎么说讲 mask 爱去 Amber 呢？你到遐啦，Montreal Park 啦。Montreal Park。就是伫迄个第一丢了教会真光教会楼顶。不是，我知。是伫 Montreal Park 的迄个Montreal Pass。Montreal Pass Road。我到底 Montreal Park。迄个李牧师，你才联络。我去甲陈牧师联络诶。OK， 我来去睇啊。好 ，OK， 好。90%我收起来。100度呢？我就无啦，90%。你看偌济钱，你遐度呢哦，吼。100%。感谢主。我有请吴医师，唔知有来无？有我无医师有看到。无看。多少块？主音有块。吴医师你好。你好，欢迎。有通过嘛？吴医师。OK。宝贝参进哦。我总经理。我有透视眼哦。哦，足恐怖啊！你嗨。宝贝伫倒？你出呢啦，你出呢？总经理。引刀啦。啊？我没看到他哎。对，因为他在他家。他家他现在不是，他怎么没有出现？他羞于见人啊。什么意思？这什么？你拍谁？后面嗰是，就係看到電話。
没有唱 Happy Birthday 啊？后面。对。哎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m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哎，嘿，最近天平，过时之顶的无 cake 啊。天平，我头甲你祈祷的时阵讲，求上帝重重用你啊 ，birthday 啊 gift。你讲我上你 gift 上帝当甲你。你多少句我是不是要记得？上好。无你无甲周牧师讲，我已经病啊，佮地咧愈大。更较顺哦，更较顺。OK。啊，咱拍波啊，多谢周牧师，今仔日的勉励啦吼。歹势，我先退出哈。好 ，OK。牧师，谢你来。拜拜。平安，祝大家平安。陈牧师，咱再个联络。OK， 好，谢谢。OK， 我等你的 email。OK， 好，多谢你。你baby 来啊！你是伫倒哈？外面讲啥？爬楼梯啊 ，baby。你也迄大个。我去训练体啦，爬楼梯，爬死了。你是你要叫阿妈没？会啦。歹势，我要记，你讲讲。讲。